估唔到，才再次俾大馬嘅文明質素而震撼到。各位街坊朋友，我係俊豪。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令我呢個廣州人每次見到都覺得好佩服嘅大馬日常。唔知大家平時去食快餐或者美食廣場，食飽之後第一件事會做㗎，係拍下一個籮柚即刻走人，定係理所當然咁等清潔工人嚟收？嚟到馬來西亞之後，我發現一個好神奇嘅習慣。每次我去麥當勞或者一啲連鎖快餐店，我發現身邊無論係馬來人、華人定印度人，10個大馬人入面有8個食完嘢之後都會好自然咁將啲垃圾收埋一齊，甚至將個托盤自己攞去指定嘅垃圾桶度倒。第一次見到嗰陣，我真係成個人呆咗一下，心諗：哇！呢度嘅大馬人質素咁高嘅？或者有人會話自己收托盤有幾出奇啊？Oh, and don't forget to return your dishes. This is the fine city after all, where even if your hawker center table manners can cost you $300 if you're not careful. 嗰個以嚴明法律聞名世界嘅新加坡，大家都做得好好啦。但大家要明白，人哋嗰度係有明文法例去強制執行㗎。如果食完嘢留低垃圾，一旦發現，分分鐘會面臨警告，甚至被罰款幾百蚊星幣。嗰種乾淨，好大程度上係建立喺對法律同罰款嘅敬畏之心。但再睇返馬來西亞，呢度根本就冇呢條明文法例嘅法律，更加唔會因為你唔收托盤而罰你錢。喺完全冇警察、冇罰款、冇 CCTV 監視嘅情況下，大馬人居然可以做到80%人都自發去清理張。呢種唔靠罰款，全憑公德心而產生出嚟嘅自律，先至係最難得、最值得尊重嘅文明質素。阿姐，食飽未？仲未食飽啊？最緊要有生果炒飯豆腐。簡簡單單咯。你話啦，一個喺冇強迫、冇監視嘅情況下，都可以自覺做好嘅習慣，呢種自律先至係真正嘅高文明。作為一個廣州人，我講句真心說話，呢種畫面喺國內，包括我哋廣州，幾乎係見唔到嘅。大家習慣咗，我俾咗錢，自然有服務員收，甚至覺得自己收埋係搶咗清潔工人嘅飯碗。但大馬人話俾我哋聽，呢個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對下一個食客嘅尊重，同埋體諒清潔工人嘅一份同理心。其實自己收托盤呢個習慣喺西方國家，好似英國或者歐洲，已經係一個行之有效嘅社會共識。但馬來西亞作為一個發展中嘅多元種族國家，可以將呢種高文明嘅習慣融入去3大種族入面，呢點真係非常之犀利。呢度冇分你係咩膚色、信咩宗教，喺保持公共衛生呢件事上面，大家嘅步伐係一致嘅。每次見到爸爸媽媽帶住小朋友食完嘢之後一齊攞住托盤去倒垃圾，我都覺得呢個係最好嘅身教。大馬人，你哋真係犀利。睇到呢度，我真係好希望，無論係我哋國內嘅同胞、出國旅遊嘅遊客，定係生活喺海外嘅華人，我哋都應該好好去反思同學習呢一點。依家越嚟越多同胞行出國門，去到世界各地，好多時我哋嘅物質生活已經好富裕，但係心靈上嘅文明，對公共空間嘅公德心，我哋係咪仲有進步空間？無論去到邊度，如果我哋都可以好似大馬人咁行多一步，
自己嘅垃圾自己收，學識體諒人哋，咁樣全世界嘅人都會打從心底去尊重我哋。呢個先係真正嘅大國自信。高文明嘅質素從來都唔係寫喺教科書上面，而係體現喺你食完飯之後拍拍囉柚走人前嗰1-2分鐘嘅手尾度。馬來西亞呢個美麗嘅舉動真係值得被更多人睇到，值得俾人讚。想問下屏幕前嘅大馬朋友，你哋平時食完嘢又會唔會自己收埋佢呢？或者你哋喺本地仲見過邊啲令你自豪嘅高文明行為？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覺得呢條片講得啱嘅，記得幫手點讚、分享出去，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估唔到，再次俾大馬人嘅文明質素而震撼到。